每年，李迪華都會租上輪椅，和學生一起模擬殘障人士出行。你讓他自己上，看能不能上去。你看，這裡就只有1厘米高的坎兒，他就上不去了。往右一點，右邊，這邊。你先退一點，先退一點。但我们看的是很好的，是不是？但是真的你用起来以後，根本不是那麼回事。大怪兽小心點啊！就這個坡，這種坡也是我們經常遇到的。太打滑了。對啊。基本上還會錯。上面走。對啊。我們要走人行道。完全不起來了。對。你会发现很多我们这种残疾人都是走在什么地方呢？走在这种就是自行车道上，他不上人行道走，为什么呢？刚才那几个同学他们在走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上面很颠簸。你的生活中，你遇到姓张的人有多少？你就应该遇到多少殘障人士？但實際上，我們的生活中很少見到殘障人士，因為我們的步行環境太糟糕了。